各位郑老师，各位专员，大家三。我针对天文师德、都市的风水、师尊师母的改革，以及咱全面的改革，咱联合理事长的邀请，会当伫早起这个工作来甲咱结缘，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伫这个课题内底我想要甲咱报告的，就是有关于一贯道伊的内涵，甲信仰的好处是啥物呢？那么在座各位虽然伫这个讲座来听，咱这个录音带会流传去外口，流传去外口。那么伫这外口内底对咱一贯道这了解，可能无咱遐尔做遐尔好吼。那么因此，伫那里伫咱这个讲座的报告以外，由咱家己内涵知影，来介绍一寡互社会人士知影。所以，我要报告的课题就是信仰一贯道的内涵甲好处是啥物货。那么各位，一贯道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互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非常神秘加神秘。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咧创啥？伊传的是啥物物件？伊做的是啥物工作？感觉奇怪咧，有当时还佫做用诚心邀请人去看，有当时还佫无爱互知影咧。所以，对社会人对各位有看到电视的人应该会感觉这一贯道也感觉真神秘。但是一贯道，互人会感觉历史以来几多十年来，咱对民间的误解，甲政府的改进，这段真辛苦的路程咱大家拢行过。过去一贯道，互人批评，互人指教，上好听讲压两道，上歹听讲赚3顿5咧拜。这是一贯道伫民间互人误解诚深的所在。但是各位，对咱的政府，对咱的民情，对咱的风俗，是绝对无用阮讲舍身裸体来拜拜，这无可能。尤其一贯道的道亲，真容易去渡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朋友，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就道。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做做妈妈的绝对无讲头壳歹去带查某囝来遮舍身裸体拜拜。这是上界会当有咱的证明讲，一贯道会互讲咱舍身裸体咧拜原因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法的过程内底袂使互看，袂用咧互知影所以人请外口就甲咱风声为什么袂当看？其实在历代以来传法拢是秘密的，传法是秘传的，这是为家来。那么咱这个道有咱的艰险，拢是为大陆千辛万苦，从咱师尊师母带着过来台湾办道来传道，所以就沾染就是讲大陆甲咱台湾的这个色彩，所以政府甲咱定居真久的时间。不过针对这个课咱一贯道内底讲这课，就针对这个课也袂歹，安怎袂歹？讲因何结合？因为久报纸就甲咱宣传，迄种唔免开广告去的。但是对嘛久就甲咱报讲这一贯道我用了解一版拢爱几落万呢？这个。